黃毓民議員。主席，我諗你知我講咩㗎啦？要求點算人數。黃毓民議員。主席，本席喺今年1月9日嘅大會發言裏邊提到，彈劾指示開始制憲才是目的，已經好清楚説明本席嘅全民制憲訴求。喺同一篇嘅演說之中，我亦都簡介過三派嘅古典社會契約論。今日我想再深入探討社會契約同香港歷史，特別係70年代末期至到當代香港嘅關係，從而指出全民制憲、重新立約係香港人掙脫困局嘅出路。如果對照150多年嘅香港殖民地歷史同埋同期嘅中國歷史，除咗3年零8個月嘅日治淪陷時代，其餘嘅時間都係香港華人嘅生活，明顯相對地較其他華人地區為佳。點解呢？英國殖民者同香港嘅華籍居民，包括嗰啲所謂高等華人，冇正式立下任何形態嘅社會契約，但係殖民地政府保持呢種相對較佳嘅生活。特別係49年之後，同大陸嘅赤色恐怖以及台灣嘅白色恐怖相比，香港嘅有限度自由已經係人間樂土。呢個無形中就構成一種所謂官民嘅默契。呢一種默契比較接近霍布斯嘅利維坦，但係殖民地官員佢唔會讀死書，以為呢種霍布斯式嘅賣身契，即係話民眾將自身嘅自由交俾利維坦，一經立約，利維坦必然會保護民眾嘅基本利益，唔會違約，所以民眾係沒有革命的權利。佢唔會認為咁樣就一勞永逸，因為如果管治失當，香港華人一樣會行使洛克嘅政府論同埋盧梭民約論嘅革命權。當60年代中葉貧富懸殊同埋貪污腐敗到咗臨界點，引發66年反天星小輪加價同埋67暴動，再經過以後嘅短暫沉寂，踏入70年代，中民運動、保釣運動、反貪污、捉國物等等嘅社會運動風起，殖民地政府不得不改弦更張。港督麥理浩主政嘅改革加強咗香港人嘅歸屬感，形成一種新嘅官民默契。49年之後，中共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不收回香港。喺呢種特殊環境之下，大量嘅難民南來避秦，無意中亦都締造港人反共、抗共、厭共同埋疑共嘅性格。如果有人問香港本土運動嘅本質係乜嘢，我會話俾你聽，避秦者同埋佢後代經歷過去30幾年嘅政治巨變，意識到回歸16年之後嘅失敗，就係香港人嘅主體本土意識嘅本質，就係對共產黨嘅不信任，對一黨專政嘅深惡痛絕。
本土民主運動就要高舉反共嘅大旗，邊個投共就係賣港。到咗70年代末、80年代初，香港前途問題浮面，鄧小平明白到主流香港人嘅反共本質，其時人心惶惶嘅氣氛。根據香港當時一啲民意調查，95%嘅市民願意接受維持原狀。但係嗰個時代係中共建政以來最開明嘅時期，胡耀邦做總書記，趙紫陽做總理嘅時代，佢哋對自身制度嘅不足同埋香港制度嘅優勢尚有些許自知之明，於是提出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嘅保證。後來就有咗聯合聲明以至基本法，呢個亦都係等於一種社會契約。由98年至04年嘅3次立法會選舉，亦都有按照基本法附件2嘅時間表，地區直選嘅議席漸次增加，選舉委員會嘅議席逐漸減少以及廢除。而97年原有生活方式並無大變。當然，實際嘅情況就係好多主流媒體已經自我檢查，臨時立法會亦都還原惡法。大部分嘅香港人到呢個時間都仍然係事不關己，己不勞心。對於一般嘅民眾以及主流嘅民主派嚟講，中共都尚算信守契約，令到後者對07、08年雙普選呢種空泛承諾仍有期望。03年之後，個情況就出現一個巨大嘅轉變。共產黨覺得你呢班香港人都養唔熟㗎啦，係咪？05年特區政府提交政改方案，地區直選同埋功能組別嘅議席比例不變。當時嘅泛民都能夠保持團結否決方案，提出要求時間表、路線圖嘅訴求，但係自己又唔可以提供一個逐步裁減功能議席嘅時間表、路線圖嘅反建議。到今時今日再嚟提一個2016年減少功能組別嘅議席，真係時光倒流。07年人大嘅決定，04年呢個人大嘅釋法，已經係違反咗基本法附件1、2啦，大佬。你去同佢談判，係個基礎喺邊度啊？民主黨同佢談判嘅基礎就係2004年嘅人大釋法同埋2007年嘅人大決定嘛，大哥。到咗2012年嘅政改方案咪咁咯。今日你湯家驊仲喺度講叫佢諮詢地區直選同埋功能組別嘅議席比例又保持不變，各增加5席，係咪？跟住佢哋話有進步喎。喂，呢一個係萬惡嘅制度，係一個邪惡嘅方案嚟噶嘛？如果唔係馮檢基就唔使變咗零票議員啦，等於又係佢個功能組別嗰票係廢噶嘛？3個地區直選高票當選嘅議員，成為超級區議會議席嘅功能組別議員，喺分組投票裏邊，佢哋嗰票係廢票。講句難聽啲，你就係同中共韓系一氣破壞基本法規定循序漸進嘅民主。呢個最近戴耀廷提出嗰個主張，好多人覺得哇幾好啊，係咪？我覺得都係抽水嘅成分比較多，係咪？嗱，我同戴耀廷教授有啲睇法未必有相同，但係佢呢個建議鼓動風潮，造成時勢，係值得大家去思考嘅，係咪？但係我想話，主流泛民要修正自己嘅立場喺呢個問題上邊冇問題，只要今日你站喺人民嘅陣營，過去做過乜嘢冇所謂，今日做啱就得㗎啦。如果我提出呢個全民制憲嘅主張，今日你投棄權票或者反對票，你係咩民主派先？我諗唔到啦。OK， 你話哎呀基本法唔得喎，咁你而家提嗰啲減少功能組別嘅議席，基本法得咩？簡單嘅道理嚟嘅啫嘛，呢個係最壞嘅時代，因為近來連串嘅政治檢控同埋判決，反映出港共亂港已經進入一個大清算嘅瘋狂階段。呢個亦都係最好嘅時代，因為覺醒嘅人增加，過時嘅民主運動模式揚棄者漸眾，
本人會繼續同人民力量同埋其他進步民主派繼續推動本土民權運動，爭取全民制憲，重新立約。電影《甘地傳》有一幕係講述甘地同英國人談判印度前途。主席，有一段說話我想喺呢度引述，對港共政權，對要打倒港共政權嘅人，對要捍衛香港價值嘅人，尤具啟發。In the end, you will walk out because 10,000 Englishmen simply cannot control 350 million Indians. If those Indians refuse to cooperate, and that is what we intend to achieve, peaceful, non-violent, non-cooperation, until you yourself see the wisdom of leaving, Your Excellency. 港共政權，請你有智慧地退出香港，讓香港人真正自治，全民制憲，修改基本法，由香港人自己決定，冇咩諮詢，冇咩人大常委會決定。講完。